忍，忍。讲什么人情，讲什么是义理，一切是过去。既然有缘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万事不通为一时，才袂耽误着自己。无论对阮怎放弃，阮也是勇敢吞落去，提出男儿的勇气，忍着最后的胜利。什么人情，讲什么是义理，一切是过去。既然有缘做友谊，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万事不通时，才袂耽误着自己。无论对阮怎放弃，阮也是勇敢吞落去，提出男儿